香港人去敘利亞、埃及或俄羅斯旅行時，都會發現當地嘅基督教堂有別於基督新教或者天主教教堂。其實佢哋係基督宗教裏邊一大分支。東正教，東正教可以分為拜占庭東正教、科普特東正教，主要活躍於敘利亞一帶，及俄羅斯東正教教會。佢哋嘅其中一個特色就係會用圖像作為認識主嘅一種方式。今集我哋會介紹一下圖像敬拜係咩一回事，佢同拜偶像有咩分別啊？我哋都會比較一下東正教同佛教喺拜圖像呢方面有咩唔同。歡迎收睇宗教對話日常談頻道。喺正教會嘅裏邊嚟講，就係我哋大家都知道，一踏入佢個禮拜堂裏邊，就周圍都係聖像啊，周圍都係圖像啊。圖像就必定放翻喺嗰個嘅崇拜、禮儀崇拜同埋喺個嘅禱告嘅裏邊。咁一離開咗呢個嘅 spirituality 咧，整個嘅聖像畫圖像咧，就失去咗佢嗰個核心價值。聖像畫就係天堂之窗嚟 ，the window to heaven， 天堂之窗啊咁啊，藉住呢一個嘅呢個嘅天堂之窗咧，藉住圖像咧，整個嘅奧秘啊，即係屬靈嘅奧秘、天堂嘅奧秘咧，就呈現喺即係崇拜者嘅眼前。咁啊，與此同時咧，上帝亦都透過呢一個嘅圖像聖像畫咧，佢本人亦都臨在呢一個嘅崇拜者或者祈禱者嘅當中，一種嘅顯現。聖像又成為咗天與地、天堂與人間、上帝與人之間嘅一個接觸點。喺正教會嚟講咧，聖像畫係可見嘅福音嚟，佢係表達福音，教導一班嘅信徒咧有關呢個嘅神學啊，同埋歷史啦，教會嘅歷史啊咁。喺神學方面，譬如話三位一體嘅上帝啦，基督嘅受難啦等等，都有好多呢方面嘅圖像嚇。咁啊特別喺早期教會啦，好多入教嘅人咧，佢哋唔識字嘅，係文盲嚟嘅嚇。咁當然佢哋可以聽聖經啦，聽福音啦。咁但係佢自己讀唔到。佢一個可見嘅福音就係話，甚至你唔識字，連一隻字你都唔識，或者你自己喺個理解力嗰方面啊，你喺個文化嘅素養嗰方面咧，唔係咁多的話咧，你都仍然你係可以進入到福音嗰個嘅裏邊去了解聖經。我哋會知道咧，圖畫啊，總係比文字咧嗰個嘅認受性同埋嗰個嘅理解啊，同埋個接納啊，同埋個記憶嗰方面咧，係比較係長一啲，同埋容易一啲啊。咁銅幣嘅兩邊啊，咁上帝既用文字一本嘅聖經向我哋說話接觸我哋上帝同時亦都用圖像用圖像係去啟示佢自己，係去接觸我哋，去臨在我哋嘅當中啊。咁所以兩者之間就相輔相成啊。咁喺嗰個外在嘅形式上邊嚟講咧，其實兩者都有佢一啲嘅相似嘅地方，係嘛？佛教徒坐喺佛像嘅面前，佢哋禪修啦，或者係嘛？又或者有佢哋個祈求啦、求福啊、求各方面嘅嘢啊。我哋入正教會就好常見到噶啦。正教徒就係一嚟到教會就響呢一個嘅圖像嘅面前燃點一支嘅蠟燭，然之後佢哋開始個祈禱，
係嘛？無論你企喺度又好，坐喺度啊又好，有甚或去鞠躬禮咧，行鞠躬禮咧，你見到正教會裏邊嘅一班嘅信徒，佢哋常常在聖像面前鞠躬噶喎，有小鞠躬，有中鞠躬，有大鞠躬，大鞠躬就五體投地。佛教徒都一樣，響聖像響呢一個嘅佛像嘅面前，佢哋都係咁行鞠躬禮啊，咁都好相似啦，係咪啊？好相似。仲有焚香咧，係嘛？響崇拜禮儀嘅當中，我哋見到神父啦，佢哋嘅司祭啦，司祭就搖住個香爐，就向住呢一啲嘅聖像畫咧，就去焚香啊咁啊。對於呢個聖像畫所代表嘅嗰個嘅人，嗰個嘅神係作一種嘅尊敬，一種嘅敬畏，一個尊崇，咁都係一樣嘅，真係嘅。咁大凡嘅即係一啲比較有呢一個嘅點樣啊，有規模嘅宗教，我哋叫比較大啲嘅宗教，其實好多嘢喺外表嘅形式上邊嚟講咧係好相同。譬如正教會、正教徒，佢哋係坐響呢一個嘅聖像嘅面前，佢哋個祈禱啊等等啊咁樣，佢哋唔係拜嗰個像，佢只係拜嗰個像背後所代表嘅上帝。咁呢個係唔會係一種嘅拜偶像嘅一個意思嚟嘅。東正教會嘅第7次嘅大公會議裏邊咧，就明確咁樣講噶啦。我哋係去喺呢個嘅圖像嘅面前咧，我哋唔係去拜嗰個像，我哋只不過尊崇佢嘅，唔係去拜佢，因為拜只係屬於上帝，只係拜上帝，但係我哋唔係拜嗰個像，我哋只係尊崇佢，一種嘅 respect 嗰個像嘅意思。因為嗰個像係代表嗰一位嘅上帝，嗰上帝唔係附喺嗰個像嘅上邊，而係呢個像帶我哋離開佢自己，去到佢所代表嘅耶穌基督嗰一度。一個最大嘅分別就係佢哋所代表嗰個係一個佛，而我哋所代表嘅圖像所代表嘅就係我哋嘅三一嘅上帝，所以我哋到最後，我哋去敬拜嘅係三位一體嘅上帝，同佢有呢一個嘅接觸有呢種咁樣嘅契合的話咧，就係同三位一體嘅上帝嘅契合。咁所以呢個又非常之係大嘅一種嘅分別啊！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就記得 CLSS 啦，下次再見。